歡迎大家再次收睇馬迷智頻道。10月26號沙田日賽圓滿結束，今日好多個賽果都出乎意料之外。我哋兩場嘅精選推介表現就認真麻麻地，我哋下次草地賽事會繼續努力。今日弱勢少少嘅本地騎師毛顯東、潘明輝都雙雙有馬贏。練馬師方面，今季練馬師冠軍黑馬廖康銘都繼續有馬贏，仲要入閘之前大注落飛，着晒燈咁贏，呢啲都係俾馬迷一個好好嘅提示。今日記得及實廖康銘。今日有匹馬值得留意，亦會提供嚟緊星期四泥地夜賽嘅心水，記得由頭睇到尾啊！仲有一個小提示，我哋馬迷智而家開通咗會員頻道啦，有興趣嘅智友都不妨成為我哋嘅會員啦。會員權益包括有備忘馬概覽、每天跑道形勢概覽、賽日精選心水，希望各位多多支持。馬迷智嘅成立目的係同廣大馬迷分享一啲揀馬心得，一齊以小博大，刀仔鋸大樹。如果中意我哋嘅分析，就記得訂閱啦。深立演藝特約，上仗有好嘢。今日嘅跑道時間大致上都係偏快，仲有馬匹破咗班制紀錄，我見到場地都係好快。我都不厭其煩提翻智友們，今日馬匹嘅段速或者完成時間都未必可以完全作準。雖然我喺片頭講咗，今日好多賽果都難以預計，但係都有一啲嘅大戶落飛着燈嘅次熱或者第三熱門都有馬贏。今日我嘅備忘馬正就係瘋狂落飛，望對隻馬好似有極大嘅信心。相信佢哋跑到去轉彎嘅時候，都係驚緊自己係咪淨係能夠收到回扣。但係當然呢一匹落飛馬並沒有令到佢哋失望而順利勝出。呢一匹備忘馬就係第二場3號嘅大愛無疆，但係過程就相當驚險，馬匹可以錯嘅都錯晒，俾我聯想起90年代初翠河轉彎大波勾十鬆啲年前巴基之星大漏閘嘅情況一樣。大愛無疆排住14檔起步，出閘嘅反應都相當之快。其實奧爾文都好決心將匹馬擺喺前領嘅位置度競跑。頭段大愛無疆雖然用咗少少力，但到最後都攞到貼欄放頭位置競跑。第二段嘅時候，大愛無疆就放得相當輕鬆。當差唔多轉入直路嘅時候，緊隨其後第2位潘頓策騎嘅佐治傳奇諗住喺大愛無疆嘅外側衝上嚟，唔知係咪大愛無疆忽然間驚一驚，忽然驚閃咗向外斜跑，唔單止佢自己忽然間蝕咗好多位，佢都影響到外側嘅佐治傳奇。以為大愛無疆大勢已去之際，點知最後300米佢左搖右擺嘅情況底下，仍然以勁勢上前。去到臨尾100米都差唔多攞正平衡，騎師奧爾文先開始落第一下重鞭。最恐怖嘅係喺咁嘅情況底下，佢都可以反勝一個馬位，相信大愛無疆能力應該有2班。嚟緊嘅賽事將會喺沙田泥地跑道上演，唔知智友們中唔中意泥地賽事呢？我自己就比較少去投注泥地賽事嘅，原因係泥地賽事跑道數據比較少。我指少嘅意思係泥地賽事比起草地賽事嘅比例上面係少好多，所以跑道形勢、時間分析、form line 等嘅資訊都唔會夠多，從而做唔到客觀嘅分析。對於跑馬嚟講係增添咗唔少嘅難度。唔單止係咁，唔知智友們有冇發現每一次泥地賽事嘅跑道形勢都非常唔同，有時極利放頭，有時又極利後上。對於一個馬迷賽前跑馬嘅時候都好難預估一匹後上馬佢應唔應該去投注。就算你嘅心水馬係放頭馬，又唔知道同場有幾多匹馬一齊同佢放嘅時候，你嘅重心嗰匹會唔會放得到？又或者用前置跑法會唔會因為馬匹食唔到 kickback 又唔願意跑？仲有一樣嘢，就算泥地賽事有幾唔夠資訊都好，以前都有一啲泥地中心演出準成嘅馬匹，佢哋往往好少俾泥地跑道嘅偏差而影響到佢哋嘅演出。我印象中以往泥地演出好準嘅馬匹有雲利拿、黃金甲、逍遙自在，仲有我心目中嘅真正泥地王準備就緒。佢喺泥地7戰7勝，泥地嘅戰鬥能力毋庸置疑。可惜香港嘅泥地賽事就比較少，所以大部分嘅泥地好手就因為評分高企又冇賽程，所以去到最後未用盡晒馬匹嘅里程嘅情況之下就要退役。而近年泥地演出比較準成嘅，我就認為啱啱喺韓國贏咗級制賽事嘅自強不息，同埋我認為今季係泥地王嘅精英雄心。點解我對以上泥地好手印象咁深刻呢？原因就係我曾經投注過佢哋，而佢哋都交出非常靠譜嘅水準，所以我先稱之佢哋為泥地好手。講咗咁耐，喺現今泥地跑道裏邊，未去到臨場嘅時候，都唔會知道有冇偏差。所以今次泥地賽事，我決定揾一匹既可以放頭，亦都可以後上嘅馬匹。唔單止係咁，佢近幾場嘅賽事上面嘅表現都相當準成。希望喺泥地咁多不確定性嘅情況底下，可以幫到智友們揾到個扶手柄。佢就將會列陣3班泥地1000米，嚟自告東尼馬房嘅開心5月。開心5月係一匹5歲嚟自澳洲嘅自購馬，喺香港已經贏咗2場嘅頭馬，不過2場都係草地賽事。雖然係咁，季初048場次，開心5月喺泥地4班1200米嘅賽事裏邊，佢嘅走勢、姿態都令我刮目相看。雖然佢再出喺088場次已經取得頭馬，
今次再跑翻泥地賽事，相信練馬師告東尼對開心5月嘅泥地性能係相當之有信心。開心5月排住3檔起步，出閘嘅反應都相當之快，可能係跑最短途嘅賽事，就算排咗個好檔，前速始終都係唔夠快。騎師鍾易禮只好順住匹馬走，守住中間位置競跑。跑到中段嘅時候，見到開心5月好似有少少墮退咁嘅樣，以為搣飛之際，喺騎師鍾易禮努力之下，慢慢穩定翻走勢。開心5月喺轉彎嘅時候雖然蝕咗好多位，但係佢同日日獎都慢慢喺外欄度衝上嚟，前面搶頭嘅天天灑落放得極快嘅情況底下都依然唔斷。明顯地，當日嘅泥地跑道係好利前置放頭嘅馬匹，而開心5月可以喺今日跑道形勢嘅情況底下都後追上嚟，只係輸個短馬頭位，又人都再出再贏泥地日日獎。呢幾個論據正正就提升到我投注開心5月嘅信心，今次好有機會喺泥地度拎翻場頭馬啦。利時標行特約投注錦囊第7場嘅心水，我哋要8號開心5月、6號肯佩斯、4號得心之餘、11號決一劍。民以食為先，辛苦揾嚟志在食。平日翻工，公餘時間仲要跑馬咁辛苦，梗係想食翻餐好嘅去慰勞下自己啦。位於金巴利道對 Vigo 入面，無論主食定係小食都非常出色，特別係佢隻招牌炸髀，真係我近年食過最好味嘅。咬落去皮脆肉嫩，香脆多汁，平民價頂級之味。食翻隻美味炸雞髀，贏馬過關易到痹。而家摯友們有福啦，快係馬迷誌嘅訂閱者去到金巴利道對 Vigo。堂食享有全單9折優惠，摯友們萬勿錯過啊！最後都希望馬迷們幫我哋點讚、訂閱、撳埋個鐘仔，接收我哋第一手嘅資訊，亦都可以留言俾我哋集思廣益，作深入嘅賽馬交流。最緊要就係分享埋俾你中意跑馬嘅朋友啊！祝大家贏多啲，我哋下集再見。